大甲溪公民电厂开发案今仔进行理解环评的初审，环保团体是去环保署抗议，因认为讲中华这段路地质是真冷漠，时间恐行会造成灾害。这嘛是台湾乌咸的生态地，因要求撤销开发。也毋过经济部是强调讲，这案是为着再生能源的筹备，望各界支持。反对光明电厂。 提大布条伫环境部外口抗议，表达对大甲溪公民电厂开发案的质疑。因为这个开发案进行理解环评初审，环团认为中华地质脆弱，尤其距离大地动了后，影响搁较大，时间可能造成灾害。加上这可能是台湾乌咸的生态地，搁较应该撤销开发。中横都没办法修复通车，台电却要在这么地质敏感区。 要炸山、开隧道，再盖一个电厂，大家觉得可以这样搞吗？921地震，在那个地方已经5级的地震，04、03地震完了以后，在这个地方也常常在地震，所以这个情形下呢，未来的这个水库的安全是非常危险的。 有会的开发单位经济部强调，开发案预算大约600亿，是为着再生能源储备加利用，未新设坝体，也无影响现有的水源，设施位伫土下底，会当降低对地表生态的冲击。作为供电调节之辅助所需，除有助于提升电力调度弹性及有利系统供电稳定性外， 可协助加速推动能源转型。堆置出来的大概最高的呢，可能会有到150公尺高，几乎是跟我们的101比我们101还要高啊！这样怎么去维护它的安全？这个我完全想象不出来。哦，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还是要很清楚的去说明了。环评委员是对开发案的土石堆叠方式加处置措施，认为若堆积伤过悬，在极端气候之下，可能造成土石流等问题。主席是希望开发单位高补充说明，加市区为居民的沟通情况，才会当减少居民的疑虑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